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2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胡适一反常态，在周末周五放量拉了一根阳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85%，深成指涨1.82%，创业板涨了2.5%，北证50涨了2.77%，全市个股2872只上涨，2352只下跌。关键是沪深两市成交是2.1万亿，比上一日成交多了4000多亿，可以说是叫放量上涨。但是好像今天看这个消息面也比较平静，没看到有什么消息，是不是这个周末有小作文出来？这个也不得而知，皮裤掏棉裤必有缘故。关键是今天恒生科技股这个指数涨的好像23000多点了，创了新高，这说明确实有一部分资金在做多科技股。沪市今天好像什么阿里板块，还有什么电信运营商板块涨幅比较大，相比较恒生科技股，股市走的还是比较弱的，而且很蹊跷，是主力资金还是流出的。但是不要一根阳线改三观，不要拉根阳线2点几万亿的成交量，你就说牛市来了，这个根本扯不上。真正的牛市来了，那你是可以把钱放在股市，你安心睡觉，根本就不用管。只要你现在还患得患失，想着什么时候把它抛出，害怕它涨得太快，担心账户的安全，那都不是牛市，还叫猴市。担心自己坐了电梯嘛。今天这个酿酒板块也有异动，这两天对酒的这个新闻都是负面的，有专家说茅台价格要跌到2000以下，大家自己可以去看，又是什么很多白酒开始控货，这些酿酒的上市公司不往外放货了，就是想保证这个价格，实际上都是非常负面的。结果酿酒板块还异常拉升，所以作为金融消费者要保持警惕，理性看待市场的波动，见好就收，如果赚到钱了赶紧跑，此地不宜久留。我个人认为很有可能是国家队用力过猛，因为今天主要是电信运营板块，这个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居然还涨停，中国移动也是放量大涨，那这个都是国家队在里面，游资是不会去这种股票里面拉的。金融和酿酒也异常拉升，所以给人感觉好像是国家队是不是接到了一些什么任务命令？你会都开完了，你这么资本市场一点表现都没有，你给谁摆脸色？你资本市场就这么不识相？很有可能资本市场应该以这个凌厉的涨势的来给这次会议做个注脚。但是我认为这个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这个21世纪经济报道说外资看好中国资产并非只是停留在口头，各大机构早已行动起来，真金白银加仓中国资产。公开统计数据显示，过去1个月，全球对冲基金以数月来最快速度涌入中国股市，推动在岸与离岸市场总市值增长超过1.3万亿美元。高盛研究部预计未来10年 AI 的广泛普及有望推动中国股票整体盈利每年提高 2.5%。此外，增长前景改善加之潜在信心提升，预计将推动中国股票合理价值提高 15%到 20%。摩根大通预期中国股票未来10年至15年每年平均回报率为 7.8%。即使中国股票已经出现大幅反弹的情况下，摩根大通仍然认为中国股票具有估值吸引力，对中国股票的看法为增持。这个是21世纪经济报道。随着中国人工智能应用的突破性进展席卷全球，华尔街多家投行近期都对中国股市持更为积极看法，并且在本轮看涨声中，不少机构提及长线外资正在转变心态，重新回归中国资产。但是随着这个 DeepSeek 人工智能科技股板块暴涨，也有人给出了不一样的说法。这个半夏投资的李贝，咱们很多网友都知道，2月20号在社区平台看到有博主分享李贝1月投资月报，核心内容说 DeepSeek 虽好，但科技企业很难赚到利润，第二波行情靠盈利，暗示第一波已结束。李贝认为，当前科技资产的重估有其合理性，但国内科技股的盈利支撑尚不充分，所以高盛在他的研报前面加了一个如果，对吧？科技股能够盈利，后面再如何，那意思就是科技股也可能不盈利。李贝就认为国内科技股的盈利支撑不充分。他指出科技领域的进展如 DeepSeek 等和文化自信的提升，如哪吒2高票房确实改善了全社会的信心。然而科技股的估值修复需要盈利的进一步提升才能推动第二阶段，而这一点对于大多数国内科技企业来说，在中期内暂时难以实现。此外，
他提到，中国科技企业面临激烈的竞争环境，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更多是消费者福利的提升，而非企业利润的大幅增长。李贝建议下一阶段权益资产中，顺周期类资产更具性价比，因为它们既受益于宏观向上拐点，又受到信心重置的推动。他在投资组合中，个股持仓占比约 50%， 其中 90% 的持仓具备高股息、低市盈率和低市净率顺周期特征。有网友说李贝肯定是踏空了科技股，所以他唱空科技股。但是我倒是觉得李贝说的还是有几分道理。这科技企业你怎么赚钱，这个很重要，怎么化成利润。很多上市公司都连续亏损好几年，3年的2年，然后春节期间就靠这个蹭 DeepSeek 流量，居然也能涨 20%、30%。当然你蹭的流量那毕竟是蹭的，稍微一回调它就露出原形，又跌回去了。实际上咱们忽视所有的科技股，所有的人工智能都是在蹭 DeepSeek 的流量。DeepSeek 自己还没上市，也没有什么合作伙伴，这个忽视哪来的这么多 DeepSeek 概念股的？本质上都是一通胡炒。什么韩钢股份，他非说他有算力，等他哪年退市了，看看他还有什么算力。说到炒股，由于最近这个股市比较活跃，所以又有更多的这些小白00后，对吧？想着在股市大显身手，拿点钱进去，然后实现财富自由。结果财富自由没看见，本金折了一大半。这个1818黄金眼报道，这是凤凰网财经转发的，说男子花1.6万学炒股，11万亏近4万，请问总共亏了多少？说小冯反映，去年他父亲开始炒股，为了赚钱，还找了一家名为顶点财经的公司指导，累计交了16000多元，购买了一些服务，结果没想到不仅没能达到顶点，还亏了3、4万。大家看视频。我父亲从开始投了11万嘛，我买股票完全是按照就是那个顶点财经推荐的这些股票来买的。我们问他以后，他迟迟的没有给回复，就一直在亏损，一直在亏损，亏损了已经有亏损了3、4万块钱了。小冯介绍，他父亲50多岁，去年下半年感觉市场行情不错，打算炒股赚些钱，但没什么经验，想找人指导指导。后来他父亲在网上找到了杭州一家公司，由于距离较远，就让他去公司现场看看情况。去年11月，小冯来到了杭州顶点财经网络传媒有限公司，说是累计交了16000多元，购买了一些服务，合同在父亲那边，他手头没有。首先就是课程上会讲一些比较有利的一些股票，那给我们进行一些简单的推荐嘛，我们进行选择，然后进行就是投资嘛。老师的后续的一个跟进指导，哪些股票哪个形式，这些进行一个分析。一个软件上是有一个就是一个主力资金可以看得到它进出各方面。小冯说，缴费后顶点财经的工作人员没有给到有效的帮助，他提供了一些父亲和工作人员的聊天截图。12月12号，我们进行咨询股票的时候，他就回复说，好的，老哥，有需要后操作老师会通知出来，会联系您的，但后续一直是没有进行联系的。12月13号的时候，我又在问，他说好的，老哥，请放心，但是后面也没有任何的回复，完全是一个敷衍性的这么一个动作吧。来到位于滨江区的顶点财经办公点，门关着，小冯电话联系了对方工作人员。这个事情刚开始的时候是有，那个时候我也听他父亲这样讲过，就是他的父亲呢比较喜欢做票，那么他会就直接在那个股票池子里，他会把所有的股票都买下来。那个时候还跟他讲了，就是你跟那个讲助教要沟通好嘛，你买的票那些是吧？一个是要给讲助教去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做票这一方面的话，不是说所有的任何股票只要提到了或者怎么样，就是去买的。到时候如果说有需要买的那种票呢，这就是讲助教这边的话也有会跟他讲清楚。首先从第一点，我肯定是希望赚点钱的，哪怕不能赚钱，我至少有这么一个老师在指导我，我心里会很有底。股市有亏损我是可以理解的，这个都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事情嘛。但是一个态度上，服务态度以及一个后续的一个跟进上，这点是让我非常不满意的。我希望的话，那肯定是进行一个退费。这个应该是可以的。那这个的话，就是需要我们这边领导的话跟他具体协商、具体沟通嘛。小冯打算等公司的处理方案。我们也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118黄金眼记者报道。
你看啊，到现在为止还有人会上这种当，交学费去学炒股。我在有一期直播时候说了，我节目里面我也说过，如果我有一种办法能稳赚不赔，那我干嘛还去教别人？我把我的房子押出去，把什么都能押出去，借钱高杠杆，赶紧去炒，哪有空去教别人？要做的事情就到处找钱，借钱加杠杆，稳赚不赔吗？这是不是这个逻辑啊？而且我告诉你，这玩意对吧？你还得传男不传女，这是你赚钱的秘籍绝招，稳赚不赔的。我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想的，不过没关系，按照这个骗子的说法，他就是根据人的智商重新再分配财富。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不配拥有这些财富，他这钱也不知道从哪儿赚来的，靠运气赚来的，让人家骗一点走也好，这样清醒一点。这个11万亏了3、4万，完了学费16000，那不就是正好一半没了吗？胡适2亿股民，你看很多人都是这种心态，我以前也是这种心态，进去之后就想赚钱，不是赚小钱，小钱看不上，是想赚大钱。哎，赚了50%，还想赚了1倍，翻了2倍，还想加仓再接着翻，这都是这种心态。你前面越成功，后面有可能越倒霉，因为你这路径依赖，你不停的强化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很牛，本金少了点，如果本金多一点，那我早就赚了几个亿了。所以玩命的往里扔钱加仓，这不跟迪波老人一样吗？跟普京一样，不停的加仓，加到最后没有办法割肉，割不起。不过这个小冯他父亲好歹还留了一半，所以赶紧收手，那一半就是智商税，交了就交了，没有把自己的钱全部让别人委托理财就不错了。这个当上的还狠，不算最惨啊。刚才说到 DeepSeek， 我以前就说了，这个 DeepSeek 我觉得现在还是有一股力量在炒它，在疯狂的宣传它。实际上它在消费者普通的网民中，它已经是越来越冷却，不像刚开始那样大家愿意谈论它。昨天我也说了，谈论主要是娱乐，但娱乐功能越来越弱的时候，就是普通的网民对它不感兴趣，它就很难成为一个现象级产品，就像抖音一样。如果抖音没有大爷大妈，没有广大农村地区的人大家都在用，它也不可能有今天，它传到全世界，对不对？全世界大爷大妈都在用。但是你说 DeepSeek 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它后面会发展成什么样，未来1个月2个月升级迭代会到什么程度？如果它目前这个形式，我觉得很快就泯灭了，最后变成一小部分人的工具。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啊，我们的胡一静老师又亲自测试了 DeepSeek。胡一静老师他说 DeepSeek 会不会抢我饭碗？这个我觉得胡一静老师真的是多虑了，这属于内耗。你说胡一静老师饭碗谁能抢得走？你一个没有人性的人，你的饭碗是很难抢得走的。一个没有底线的人，谁能抢得过你的饭碗呢？对吧？这胡一静老师有点多虑。所以虽然 DeepSeek 没有这个自我意识，他也谈不上什么底线或者是叫什么人性，但毕竟设计他的人，对吧？给写代码的这些人，那还是有底线有人性的。胡一静老师问 DeepSeek 会不会抢我的饭碗？那你说论雕盘，谁还能雕得过胡一静老师啊？对吧？ DeepSeek 也甘拜下风。胡一静老师说啊，他说老胡这些天不断尝试用 DeepSeek 帮着工作，他说我的感觉是他确实能成为一个工具，但他绝对替代不了我。你看胡一静老师找回自信了，说 DeepSeek 有一些我们个人根本无法比拟的优势，是吧？即他对历史知识的全面掌握和对词藻的精准把握，这一点我觉得 DeepSeek 有点像董宇辉。我有一期节目说过了啊，我让董宇辉我让这个 DeepSeek 写的什么东西啊，我看一看，我感觉好像似曾相识。后来仔细想一想，好像董宇辉的那些文案跟 DeepSeek 就高度相似。胡静老师把它称之为对词藻的精准把握。确实啊，这个 DeepSeek 写的东西那个丢的词儿特别多，拽词，完了之后都是排比句比较多，而且比较对仗工整啊，这个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但我们写的都个人，你不管怎么说，多多少少都带有口语化的。胡静老师说，他说，所以当我第一次让他仿照过秦论写一篇过美利坚论时，他写得非常棒，几乎无可挑剔。但是我给他出了一个题目， AI 可能意外成为埋葬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坟墓，让他写篇文章。他说 DeepSeek 给出的文章是这样的，他说文章挺长的，咱就不说了啊。胡静老师说啊，这篇文章就完全不能用，为什么呢？他说第一，文章太格式化了，这本身就有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派头，这样的文章发出去没人看。胡静老师那意思就是说 DeepSeek 写出的这种文章还是雕的不够灵活，雕盘也雕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对吧？也就是说你雕盘你没有花活，空中没有翻360度转体或者是什么，他都没有做嘛。第二个，他说文章举了好几个例子，那些事情都有引，之前有过报道，但是他举出的那些数字老胡基本都查不到。他说因为之前我用 DeepSeek 时发现他有编造细节的情况，所以我很怀疑他给出的这些具体数字不够准确，因为查不到出
出处我是肯定不敢就这样直接引用的。我觉得胡进老师说的这个或许是真的，但是这个很容易改进，所以胡进老师没有必要为这个担心。就 DeepSeek 它本来它就是 DeepSeek 的优势就是它推理能力啊，你要喂数据给它去训练，完了它去推理，那这个越要它精准，那你就喂的数据越多，对算力有要求，这些假以时日都会改进。也就是 DeepSeek 以后它的数据会越来越，老说 DeepSeek 具体数字不够准确，不知道出处。而 DeepSeek 是好像到我不记得了，他给的时间是到2023年10月份，他的数字是截止到那个时候。胡进你让 DeepSeek 给2023年10月以后的数，他就给不了了，只能编。给到2023年以前的数呢，胡进也查不到，因为毕竟时间比较远了，所以这个纯粹是胡进和 DeepSeek 之间的误会。第三个，他说老胡作为自媒体人写文章要契合大众的关切和口味，中间要有职场普通人员的视角和感受，但是这篇文章完全缺失了这一块，虽然举了几个例子和我查不出真假的数字，但是文章总体干巴巴的。这胡进老师有点苛求了啊，就是对于 DeepSeek 这样的一个产品，他给你写的文章只是给你一个框架，类似于一个提纲，你要真的用得上，你还得改。你希望他生产出来一篇文章，你马上就能用，那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多少人下岗，多少人失去工作。不过胡进老师也说了，他说但是 DeepSeek 写的这篇文章对我不是一点帮助没有，他帮我理出了一些脉络，提供了审批长征图、透明化革命以及证明你妈是你妈等用词的举例的提醒。他说 AI 肯定是有帮助的，比如我给文章起2-3个标题，让他分析一下哪个效果更好，他的分析多数时候我会采纳。你看看这个 AI 还是有作用。他说但是如果我把一篇文章交给他，让他自己给我起标题，他给出的方案几乎没有让我满意的。这个我有发言权，我做节目啊，我就想让 DeepSeek 或者 ChatGPT 给我起标题。我跟胡进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他起的标题啊，总感觉好像欠缺一点。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这个很正常，因为这个标题有可能是你整个文章、整个节目的一个延伸，是延长线。如果是这样的，那 DeepSeek 它肯定做不到。也就是标题有可能点出来是你这个节目里面或者文章里面没有说的，你文章或者你的节目说了一大堆，都隐隐约约指向一个方向，但是你又没说这个方向，你可以在标题里面指出这个方向，这个 DeepSeek 恐怕就不一定做得到。但是我想未来它还是能做到的，因为人工智能它要学会像人一样的思考，它现在做不到是因为它还没有办法100%像人一样的思考，对吧？它只是个开始。胡进说，他说所以我的结论是 AI 必将帮助老胡，让我如虎添翼，但它绝对替代不了老胡，我的饭碗掌握在自己手中， AI 夺不走。这个是胡进老师盲目自信，有点低估了人工智能。如果人工智能就这样，你还不如叫它人工智障。你假以时日，再过个4-5年，人工智能夺走胡进老师的这饭碗，那就易如反掌。为什么呢？只要把胡进写的那些文章都扔到这个大模型里面去训练，只要胡进老师的文章足够多，他的视频足够多，人工智能马上就可以模仿他的口气去写一篇让人分辨不出是真胡锡进还是假胡锡进写的，对吧？这个才叫人工智能。想这个恐怕要不了多长时间，那个时候胡锡进是真的下岗，对吧？连退休金都不要给他发了。最后我再说一说，胡锡进老师说 DeepSeek 的文章绝对不能用，但是对他来说啊，这个大家都用过 DeepSeek， 也用过 ChatGPT， 这个人工智能目前来说啊，它输出的结果和你提问的方式有很大的联系啊。也就是说，你对这个 DeepSeek 输出的结果不满意，实际上是你的输入有问题，对吧？你不会提问题。如果你要改善 DeepSeek 的输出结果，那你应该要做的是改善自己的输入。胡锡进老师他忘了，他把什么都怪到 DeepSeek 身上。DeepSeek 确实还是发展在初期，它达不到这个很多人的预期，但是不是说不能改善。胡锡进老师要想改善他的输出结果，应该提高自己的输入水平，要会问问题，要会提要求。当然了，胡锡进老师最近的烦恼不光是 DeepSeek 没有办法帮他干活，他还有一个烦恼就是他现在被各种各样的推销电话、广告电话所骚扰。胡锡进老师说，他说电诈倒像是少了，但是最近我个人收到的各种推销电话大量增加，要求加我微信的学历教育辅导老师也在增加，我都退休了，不需要提升学历了。他说不知道别人受骚扰的情况如何，电信部门能不能干预一下，电话都快没法接了，大部分都是骚扰电话了。这胡锡进老师啊，在象牙塔里面，对吧，被保护的很好，岁月静好。也就是退休以后，恐怕是不是胡锡进老师就他那个待遇啊，各种安保措施是不是取消了？所以胡锡进老师现在是相当于
暴露在外，所以各种推销电话就找到他了。我记得咱们那这种广告电话，这不天天接吗？贷款的，什么家教的、辅导的、养老的，这不一天不得接个4、5个？这胡鑫老师到现在才接着，说明以前对他保护的太好了。电信部门能不能干预一下？电信部门就指着这赚钱了，怎么干预？电信部门干预就是你让他干预也行，对吧？咱们本来指望着他把那些骚扰电话给他停机，但是往往事与愿违。电信部门他停那个被骚扰的电话，也就是你的电话老被人骚扰，对吧？你老投诉吗？把你一个电话给停掉，你就这回好了，你没有骚扰了，你电话被停掉了。我这不是开玩笑，你自己去查查新闻，你在网上搜一搜，是不是这么处理？把提出问题的人解决掉就没问题了。如果你投诉，你说我这电话老有骚扰电话打进来，那电信部门客服说你别着急，我们处理，对吧？过一阵子处理好了，你的电话某些功能被停用了，处理不了那些电诈、那些推销广告的人，还处理不了你吗？你说我这个手机老收垃圾短信，那不要紧，把你短信功能给你停掉，你不就收不到了吗？你看，你再说我这个手机老收到广告电话，那不要紧，把你的电话功能给你停掉，你就收不到了。这个做法就是这么朴实，就是这么高效，也很多人他理解不了，他总觉得我是在开玩笑。那你想想，你那个银行卡是不是你银行卡经常莫名其妙被冻结？理由是什么？还有你到银行取钱，对吧？取1万，你先得地方派出所得先同意，不就是这个逻辑吗？所以胡鑫老师忍一忍，别乱在那儿呼吁让什么电信部门干预。这电信部门一干预还不干预还好，一干预那大家恐怕都好不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